咁今日我會分享餐廳或者外賣店入邊必須做嘅3個牌照裝修要求。一間餐廳或者外賣店入邊一定會有一個煮嘢食嘅地方，而我哋會叫佢做廚房或者食物室。咁呢條片我會統稱佢做食物室。唔同嘅牌照都會有各自嘅食物室大細要求，但係入邊嘅裝修其實就大同小異嘅啫。首先，地下嘅磚顏色必須係淺色，或者係廚房成日見嘅紅光磚，千祈唔好用膠地板，唔可以係索水。第二，食物室嘅高身牆必須要鋪至少2米高嘅不吸水光滑物料，例如不鏽鋼板啊、白瓦仔，或者好似我後邊嗰塊膠板咁。咁牆身2米高以上嘅地方同埋天花都要噴翻油或者掃翻灰水。第三，一定要有一隻出入門，即門向食物室嗰邊都要鋪上不吸水嘅光滑物料，而且佢要安裝一個自掩門膠，令到佢識打開之後就自己識閂翻埋。咁以上就係食環署要求食物室必須做到嘅其中3個點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香港食物牌照嘅資訊，記住留意呢個 channel， 我係你哋嘅牌照顧問 Howard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幫到你嘅話，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埋俾你身邊嘅朋友仔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